就这个诈骗、假绑票、真诈骗的手法，过来出现了。新北市土城一个妈妈接到电话，电话迄边传来后生喊救人的声音，是喊甲非常的凄惨。妈妈呢心肝火到，话要紧张是，想讲后生去互绑去了，对方过来要求要爱赎金才要放人，是加在最后发现无对当，怪怪，赶紧来报警，才知影原来这是一场的骗局。画面内穿红衫的女子，一边讲电话，一边露出着急的表情，手内包包内面有底现金，对着电话指示到指定的地点，把钱放伫银色轿车的前面。无偌久，有一名穿乌衫的男子出现，伊就是诈骗集团的车手。你不是出去玩吗？你泰国玩吗？你总被抓，怎么可能被抓？你怎么会被抓？我们的一方声音很像。被害妈妈透过电话表示，当时听到后生求助的声音，真正是真紧张。后来才发现后生出国啊，嘛才知影讲家己受骗啊，马上报案。这名诈骗嫌犯竟然还阁用同款的手法骗第二个被害人，但是交钱地点选伫同一个所在，马上被警方逮捕。要搭计程车离开时，我们同仁就立即拦下计程车，将车手陈贤逮捕归案。假绑票真诈骗原本已经消失一段时间，最近因为要过年啊，佫再次出现。警方特别提醒民众，过年前一定要提高警觉，唔通互家己假做受骗的被害人。